微故事地攤畫，作者說書人東加豆。微故事地攤畫，作者說書人東加豆。小健佢嘅爸爸係一個以畫畫為生嘅人，即係人哋所講嘅畫家。因為爸爸嘅成就，小健好驕傲㗎。爸爸嘅筆名叫做蝦子，蝦俾人個蝦。事實上，能夠以畫畫可以養起一家人，已經好唔簡單㗎啦。畢竟香港呢個地方想生活過得好啲，大多數人嗰個方向都係地產。蝦子諗起過去寂寂無名嘅自己，當時佢嘅畫即使賣咗10萬幅，都唔能夠買一間屋。蝦子嘅媽媽話喺香港只得一間屋係冇用嘅，最少都要有2間，最好3間啦。唔能夠收租，唔能夠攞出嚟賣，有咩用？光陰似箭，已經係20年前嘅事。蝦子會同佢屋企人傾下畫畫嘅事，不過佢哋都好似唔係好了解。佢哋對於藝術、美術同埋技術係知道嘅，只係藝術嘅價值同埋價值嘅因由就好模糊啦。小健已經係一個大人，蝦子希望佢知多啲。有一日，蝦子攞住幾10幅畫，帶住小健去廟街。廟街喺香港係一個好多人熟悉嘅地方，雜乜楞，好多嘢買。蝦子 Sample complete. Ready to continue?